認真犀利，沃爾瑪今次真係殺到眼紅啦！如果你仲覺得無人機送貨只係得個噱頭，咁你就真係歐爆啦！喺美國亞特蘭大有6間沃爾瑪分店已經直情變咗身，9.6公里範圍內嘅街坊，只要你喺手機喐下手指，5分鐘之內，無人機就已經將啲貨送到你門口。5分鐘咋，你可能連個公仔麵都未煮熟，件貨就已經送到啦。以前我哋習慣咗等完又等，等物流更新，等快遞電話，以後配送時間會縮短到一眨眼就到。呢種效率上嘅降維打擊，你叫傳統物流仲點樣接招啊？低空經濟嘅戰火已經正式點燃。呢個唔單止係速度嘅競賽，更加係未來10年最肯定嘅財富風口。邊個可以率先將無人機配送規模化，邊個就係下一個零售之王。如果真係5分鐘之內送到，你最想叫無人機幫你買啲咩先？我係小歐，關注我，睇多啲無人機嘅知識。